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？弄不死你！嘿，吓死我了！还吓我一跳呢！你在这干嘛呀？来找你啊！你找我干嘛？我给你展示一下我师傅教我的法术。师傅，天不同大眼教你法术啦？是的。这么厉害？想看吗？想看。还不请我喝杯茶？快进来！啊，就你一个人在啊？就我一个人。来，给你倒杯茶。哎呦，你太客气了。啊，走。快给我讲讲吧。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。他呢叫火灵珠。他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一颗仙丹呐。你别看它小，威力巨大，威力无穷。被他炸过的地方，方圆几十里，那是寸草不生啊！你知道吗？而且这个东西啊，威力不穷不说，而且特别贵。小蘑菇，那你给我表演表演吧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你变一回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啊，其实这个火灵珠呢，使用方法特别简单，只要用2只手指给捏住，只要轻轻这么一转。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没事吧？小蘑菇，哪儿疼啊？快给我看看。看不了。哎呀，你不也没有吗？怎么会疼呢？我先走了。意外，人生有好多的意外。你去哪儿啊？报仇。哎呀，都疼成那样了，还报什么仇啊？小蘑菇，你小心点儿。你们都明白了？雷王，我哋明白。去吧。哎呀，哎，这老头哪儿去了？嗨，怎么又是你这小东西啊？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呸！你才是东西呢！小老头，我告诉你，上次被你害惨了，我这次是来教训你的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哼！这个特别贵，我哎呀，哪儿去了？啊，还好没丢，还好。哎，嘿，我发现这个老头腿脚还挺好啊。道长，这可是好酒啊，一瓶够不够啊？足矣，有劳了。好。道长慢走啊。小东西还来，你们几个竟然猖狂到如此地步啊！妈，
陈公公，陈公公，你怎么样？陈公公。 人呢？六王恕罪，一群废物！本来我们是可以将老糊涂抓到的，谁知半路杀出个天目通。又是那天目通。那老糊涂人呢？估计现在已经一命呜呼了。就算老糊涂死了，不过天目通居然能来救他。 证明他们之前一定有了联系。那现在宝图应该就在天目童那儿。这次我们没有料到天目童会出现，准备不周，再加上装备不足，六王带我们回去补充装备，大罪立功。哼，要钱的时候说的倒真好听。好，我再给你们500两，你们一定要给本王盯紧天目童。 如果再出什么岔子，别怪本王下手无情。请六王放心。天目道长，道长不必多礼。老糊涂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 他儿死了，人都固有一死啊。可是他最后都没有把话说完，他最后都没有告诉我另外半张图的下落。那接下来道长打算怎么办呢？抓住东瀛忍者。我有个想法。假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师傅，就是你上次给我那个小珠子还有没有？进门不懂得敲门啊！我错了，师傅，我错了。那个还有吗？你再给我点，我没有了。出去。